好，啊，毋过你若要做大班的教学，要大家做伙做即个工课，你的指令语爱清楚。你若特别是要做足侪人做伙做的代志，第一就是爱简单，第二就是你的指令爱清楚。我所谓的简单，毋是讲你活动设计甲足简单的哦，你共款有你的教学目标。我接用的一个就是，比如讲，这是啥？好，我就安尼做哦。请恁对我讲，这是一支笔。好，因就讲我就讲这是一支笔，一直重复，甲因对我做，这是一支笔，真好。来，这是啥？我拢无解说啥，我嘛无解说一支笔，我拢无解说哦，完全无解说，就是干那伫遐这是啥？这是一支笔，确定甲因知影讲这是一支笔，讲会出来了哦，我就会安尼比，请你甲伊问这是啥？伊看到我手的动作，伊就划过问讲这是啥？另外迄个人就互问着啊，对毋对？这是一支笔，真好。迄个即时的回馈爱随做，因就知哦，好是赞的意思。我安尼做对啦，过来哦。第二个完成了，你就爱甲轮回哦。来，请你问伊这是啥？过来，差不多3个4个了，因就会自动认一个。一个了，转来就会使问啊，What does 下面？你知影我意思无？迄个过程会使一直重复，迄个过程会使一直重复。啊，有诶人其实自头到尾拢毋知咧创啥，但是有诶人就会掠着啊。伫你咧这是啥？你迄个声会使足侪项啊，你诶笔会使足侪项啊，你会使换足侪项。互你若要互伊搁较复杂小看，你就会使这是笔，这是手机啊，请问这是啥？吼，就比如讲像这，我诶指令其实就是干啦2个，第一就是我诶目标语言就是要教这是 What is this？ 吼，即句话，我就是要教即句。过来基本上爱互伊有一个有法度进行落诶方式，所以你互伊笔啊，互伊其他诶条件，互伊有法度甲即句家己组成。过来重点是伊爱讲。所以请因传落去，所以就每一个人拢咧练这是啥？你练20届啊，因就会知影这是啥，因就会知影这是啥。啊，即种物件线顶嘛会使做。你知影我意思无？就是讲大班的教学毋是无法度进行，但是你得爱一直，你爱有耐心，你爱是上有耐心的人，因为因袂晓。啊，这就是神圣的责任，你爱互你的业务简化，爱清楚，毋免解说，伊伫咧做的过程，因会掠到迄个原则，所以你一开始莫设定甲伤复杂，嘿，愈简单愈好。安尼敢有法度理解？